躺平主義，自己留喺屋企之後又冇生產力，就做唔到啲乜嘢，又冇貢獻啊！所以咧，我哋一定要做末日消費，都唔好做躺平主義。所以我突然間覺得末日主義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唔准諗，即刻答！我係 CR 實驗室嘅艾琪啊！躺平大家就聽得多咯喎，報復性末日消費你啊有冇聽過呢？我哋而家即刻嚟問下路人啦 ，Let's go！想問下你有冇聽過躺平主義同埋末日消費？躺平主義就係乜嘢都唔買，末日我諗就調翻轉咯，好醒啊！就係應該乜嘢都買，因為聽日就唔喺度啦，咁就買晒佢。你未聽過？我未聽過。好醒啊！係躺平就係一個唔追求高薪厚職啦，唔結婚啦，唔買樓啦，只要以一個降低物慾嘅消費觀為主咯。咁至於末日消費咧，就係對前景嘅一個消極嘅態度，咁令到佢哋咧就會及時行樂，即係中意買咩就買咩咁樣為主咯。你覺得香港人係屬於邊一種多啲？Gen Z 嚟講應該係末日消費，係末日消費。我可能之前就會覺得啊，等退休之後先去旅行咁樣，但係而家就好似好多人都會選擇去旅行先。我覺得都係末日消費咯，係可能即係大學生嗰啲即係儲得唔多錢啦，part time，跟住可能一有少少錢就會想用咗先啦，因為之後可以再揾錢。末日消費咯，末日消費個個咁講。因為香港好多人都大壓力，而且好多人都比較少想生仔嗰啲，所以就覺得自己玩咗先咯。應該係躺平，躺平點解咧？因為我自己就係嗰種。哦，真係㗎！你係我哋今日第一個話躺平嘅人啦。嚇，個個都話係末日消費，我使晒啲錢去先。可唔可以講下、分享下你嘅睇法係點？儲錢諗住第二時，即係需要錢嘅地方就用咯。哦，末日消費，點解咧？因為知道自己香港地一世都未必買到樓，要去旅行嘅去咗旅行先，要去使錢嘅使咗先，要買咩都諗咗買咗先。係。咁你講你自己都係偏向於末日消費為主？係，因為我暫時都冇話想儲好多錢去做啲乜嘢。因為你都係學生嚟㗎嘛。係，我大學生。你覺得躺平主義同末日消費邊個對個人嘅影響會大啲啊？我覺得可能睇咩階段咯，即係可能你而家係大學生喎，咁其實你躺平定係末日主義其實都冇乜所謂，因為 part time 揾嘅錢點都唔會話夠 full time 多，但係你可能 full time 之後你如果你係躺平或者你末日主義嘅話，其實都唔得咯，應該都會生活唔到咯。躺平咯，躺平嘅話好似佢成個人都冇乜目標咁咯，但係末日主義你開心咗先。係，但係即係佢都會揾錢，佢可能都有目標，只係佢中意使嘅先及時行樂。係咯。躺平主義，因為人有惰性啊！我哋開始偷懶嘅時候，我哋就唔會想再好努力咁樣做咯。咁如果我哋一躺平嘅時候，或者我哋可能真係冇晒物慾嘅話，我哋就唔會再有動力去做其他嘢。咁你如果人冇乜目標，又冇乜想做嘅事，咁其實個意義係啲乜嘢？同條鹹魚有啲咩分別？係咯，千祈唔好咁樣樣，好躺平。咁你覺得對社會嘅影響邊個大啲啊？躺平主義，因為末日消費就可以帶動經濟，係咁買嘢咯。係啊，個個都咁講。然之後咁，但係躺平主義，自己留喺屋企之後又冇生產力，就做唔到啲乜嘢，又冇貢獻啊！所以咧，我哋一定要做末日消費，都唔好做躺平主義。躺平嘅話就可能係因為個人冇乜目標，然之後覺得冇乜所謂，可能會對社會有啲唔係咁好嘅影響咯。即係大家可能冇咁有上進心，或者咁有積極去工作。你覺得？如果你個個都躺平咧？哦，咁可能冇人會出嚟做嘢啊，跟住之後可能社會嘅棟梁冇咗。係啦，即係經濟發展唔係太好。係咁，如果係末日消費咧，刺激經濟咯。係咯，我都係咁諗咯，我都係咁諗咯，好事嚟㗎。即係末日主義好似對個社會。所以我突然間覺得末日主義係一件好事嚟嘅。點解會衍生出而家會有呢兩個消費觀出現？大家會咁樣？可能係啱啱疫情完之後，個人開始懶啦，即係好似成日漚喺屋企，返學就要上網課咁樣啦。之後復常返嘅話，更加唔想返學，所以可能就係疫情造就咗躺平咯。點解會末日消費？因為即係可能下一秒就可能有啲意外咁樣，咁不如就可能玩咗先咁樣。或者如果你等到之後老咗，你又可能已經冇呢個動力，或者已經唔想再玩啊咁樣，或者玩唔到啦已經咁。
咁你覺得上一輩嘅人佢哋嘅諗法係點？可能以前嘅人係會想有棟樓揸手咁樣，即係佢哋就會好努力為咗層樓放棄好多嘢，但係可能而家嘅人會情願租樓或者其他方法，即係會覺得最緊要自己開心多過係擁有一個屋或者一個物業咁樣。咁你覺得呢兩樣嘢有啲咩共通點？都係淨係睇到眼前依家嘅嘢咯，即係我眼前依一躺平我好舒服咯，但係末日消費我買完我會好爽咯，即係兩樣嘢係喺短暫嘅時間入面俾咗個快感同埋開心你咯，但係佢長遠嚟講唔代表係會俾一樣開心。冇一個長遠嘅 plan。應該係兩個共通點係對個社會好絕望啦，因為一嚟啦，咁躺平就係見唔到希望啦，咁就喺屋企是但啦，瞓啊，睇 Netflix 啊，打機啊，咁唔使出街啦。咁另一個就係都係另一種嘅絕望啦，就係見到冇將來，咁我不如及時行樂，而家就使咗自己啲錢，咁將來嘅可能廿年邊度見到啊咁樣。不過無論邊一種我諗都 OK 嘅，只要自己適可而止。係啦，即係唔好負債啊，唔好周圍借錢啊，其實乜嘢都 OK 嘅。係啦，所以理財嘅緊要性係。Yo，街訪又做完啦。其實躺平主義同埋末日消費看似係兩個對立嘅消費觀啦，但其實佢哋都係可能對生活嘅一個無力啊或者迷茫。所以我哋最緊要咧都係理性消費，應使得使。唔知你又係邊一種人呢？我哋快啲喺下邊留言話俾我哋聽啦！中意你條片記得 CLS 啊！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為你做隻傻小狗，能隨時向前比手，長期抬頭旁觀你，10年仍未夠。呢首歌咁好聽嘅，係 Yuta 嘅新歌《狗》。想繼續聽落去就撳下面條 link 啦。你覺得躺平主義同節儉有啲咩分別呢？躺平主義係你完全冇 productivity 嘅咯，但係你如果節儉嘅話係你可能你有生產力，但係我只不過係開源節流少咗啲嘅話，咁其實兩樣嘢完全唔關事嘅咯。好好啊，呢個真係你係一個好清，你個思維勁清晰咯，你個思路，你係一嘢就擊中咗個 point 咯，超勁。